矿区突然塌方，驱魔人扎康赶去营救，不过他却没有冲进矿坑，而是把目光锁定在新上任的工头身上，因为在此前已经有9名工头离奇的死亡。不巧的是，他刚见到新工头，还没等了解情况，汽车就突然反锁，紧接着车内凭空出现大量的石油，就连见过鬼的扎康此刻也开始慌了。转眼间石油就已经过腰，以这样的速度，死亡只是早晚的事。两人准备砸碎玻璃逃生，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凶险也忍不仅于此。泽德发现他们的窘境，在外面试图用撬管开门，但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挺到那时候啊？幸好扎康有主角光环加身，他在最后一刻得救了。刚缓过来的他马上开始吹嘘，称这些都是小场面。不过新上任的工头却没那么好命，通过车内的石油，泽德用读心术看到了教堂的十字架，而教堂里漆黑的人形图案就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扎康将鲜血滴进杯子，然后一边念着驱魔的咒语，一边把杯子里的水从头浇到脚。通过水流的缝隙，扎康看到墙上的黑影竟生出一个立体的人形，并逐渐向他靠近。惊吓过后，他已经判断出异灵的底细，他是多年来死在矿坑的灵魂凝聚而成，俗称矿山哥布尔。可这些灵魂通常都是善灵，会用敲击声提醒矿工有危险。既然是善灵，又为什么会接连杀死10位工头呢？想必是心怀叵测之人的有意操控。目前看教堂的牧师嫌疑最大，找到牧师后，扎康更坚信了他的想法。堂堂一个牧师竟席地而坐，过上风餐露宿流浪汉的生活。刚见面，扎康便果断念出驱魔咒语，哪曾想念着念着，牧师也加入了和声。这下扎康傻眼了，都是一个师傅教的，根本没办法过招啊！此时牧师也猜到他们的来意，便跟他分析幕后之人只杀矿区的管理层，那谁又是矿区的最高领导呢？扎康瞬间明白，恶灵最终的目标并不单单是工头，而是公司的最高领导萨德鲍曼。但现在察觉已经为时已晚，萨德不信邪带着儿子进入了矿坑勘察，事实是他会为自己的自负而买单。等扎康赶来，萨德已经被恶灵掐住了脖子。泽德在四周岩石喷上6芒星的图案，扎康不断敲击，发出声音吸引恶灵的注意，然后念出耳熟能详的咒语：天地无极，乾坤见法，昊天正气，万法归宗，波耶波罗蜜。随着6芒星不断的闪烁，恶灵也消失不见。可惜的是，萨德还是死了。幸好子承父业，他的儿子只是惊吓过度。为了避免悲剧继续发生，扎康利用矿洞里的炸药彻底封住了洞口。但一切并没有结束，真正的幕后之人还没有被揪出来。之后，扎康找到了工头的妻子。寡妇看到驱魔人的到来，并没有惊讶，只是好奇自己是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。起初，扎康得知他是吉普赛人就心存怀疑，直到看见萨德脸上的煤灰手印，才确定了幕后之人的身份。见事态败露，寡妇索性也不装了，她召唤出所有恶灵，控制住了扎康。但召唤灵体可是扎康的看家本领。紧接着，另一个恶灵出现，竟抓住了寡妇，而出现的后者就是寡妇的冤种丈夫。